Shut up,
去郑州岛了吧？天地啊，地下室啊，这个旁边就是地下室啊，这儿有午后的地下室，有18左右，现在好多嘛，超过8套。
就这么短。
一般也就一天4个。就是没有收音比较出彩。
这个车有点往那边玩。这真是木语之友，真的真有所有东西都可以。这个在下佩服佩服，真的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记录去了。对。
不叫我们那个闭着刷手机，刷一口的样子。他最快了，就是。前方。对啊，继续拍吗3G 为什么不拍？3G 一直在拍，一直在拍，真是。他把穿衣服才穿好，还没穿好嘞。明天来不来？我问一下。明天问来真的都要3点了吧？哎，9点半就关门，门都没关呢，先早了算。今天没有自动关店的，都9点半了嘛，现在。哦，哈哈，真的，刚刚说时间真的是短了。
就结束，走马出的现在才能。故意选的那个时候。故意的嘛，肯定是。哎呀，爹，我的炸到了！早跳的来不？哪儿去跳吧？早跳的来不？男生的。你们去张家一样吗？张家一样跳吗？来，真跳。起来。你们来跳完了都结束了。你可以给他拍张照不？啊？拍张可以给你照。灯都关掉了吗？哦，对，你看，多热欢迎。你也是啊？有声没有？灯开启，灯开启。开了。我们俩去拍。好拍，明天你们要穿长头发。为了你们俩装。让他拍兄弟拍照一，让大网红。光线不好，没办法。快给这样。等那个网红那个来了个新团长。全智贤，韩国明星，他们就叫全智贤啊？马上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叫全智贤吗？啊。他叫全智贤。都是他是韩国的。韩国的吗？对啊。你的粉丝都是韩国的吗？他们都认识，都认识他。不是韩国。拜拜。哎，你们明天来不来？明天永吉要回来。也要来吗？要来，明天要来哦。今天晚上应该是比较，明天天气正常。好，明天见。对啊。那给每天都到的。拜拜。从此吧。